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甲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济，入来遮济，公娶孙，爸娶囝，翁娶某，妹娶兄。 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生一个宝贝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暗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 收看天天又开心。今日要甲你讲的就是孝道。哦，这孝道24号。哦，24号，即摆有27、8号啊。那是孝哦。有啊，孝哥的孝。喂，孝甲孝顺不在。说真孝道真简单的。要做无遐简单，讲真简单。所以讲孝道是安尼，友好爸母，就是讲你顺爸母意，就是有咧友好。爸母呢爱你做啥，你就甲做啥，伊就感觉真欢喜啊。啊，若欢喜心呢，你也看就真好啊。老大人身体就健康。无一定讲爱合爸母真侪金钱啦，哈。免啦。就是迄个孝顺的心。不过爱爸母的人，足爱金钱的，现金愈侪愈好。啊，即摆吼后迄款的做真无好的习惯，你看。所以讲会教歹囡仔大细的习惯。进前无一个啊。 一个要带因囝去偷摕安尼，啊，阵咧带啊，伊家己早是脚足大脚的脚蠓，啊，阵咧入去去大卖场，哦，哎，开始就搬，看无人看伊就开始就，伊偷摕迄卡背包，讲爱6000几块呢。哎呦，啊，因囝是在做都，因囝去斗看头啊，都爱把风啊。所以讲这模这歹模样。是啊是啊。所以边安尼哪有影讲，听是大人的话都是对的。 所以这个呢，错误的习惯。就是迄囡仔也无法度分辨，好歹的啊，但是做是大人，佫较无应该啊！囡仔啊，唔知影同分辨，你佫教伊做歹，安尼哪好，对不对？5、6岁拢开始有印象啊，有咧记忆啊。对啦，所以吼，是大人嘛爱甲囡仔教好，啊囡仔嘛是爱晓分辨这个是非啦吼。啊，所以即摆吼，哎那你敢知？唔知。看一个会当分辨是非好节目。啊是哦。看咱平常佫出名的灯。来讲。 我以前做兵的时候，上刺激就是迄个紧急集合啊。哦，迄有够刺激，好耍咧。什么正手摕鸡膏，倒手摕面巾，啊正脚无穿鞋啊，倒脚有穿鞋，有当时我穿着别人的。哎呀，真古锥。伊足趣味，咱来甲耍。好。你即个是你紧急集合还是你创啊？你安尼哔，还跟那哔扣咧，迄个拜托。啊，无变啦，文字较出来咧，较长音的。哦，等于一声就好啊。一声就好。哦，你啊，无咱大家拢无听讲啊。哎呀，是第一种训练较真忝的。对哇，搁一摆好。来，较大声。起床哦！起床哦！起叮当哦！哦，真正。 要感觉敢死人，敢那低了了。诶，我看是拢食爱困药爱款，我那叫袂精神。唔捌超过超就先。袂用药的吼。喂，起床哦！来，起床哦！来，摸摸，起床，来，来，好。来，我开一个会。非常。哦，好，来，哦。 还有听好啊！还有立春，啊唔是，迄个立春咩讲？讲你立一秋就叫立春，啊无都徛停停。哦，立正。啊立正，好。啊来，立正。拢起，啊头顶个免吼，来落脚都哈。来，婷你来讲。婷哦，来啦，较我来。 你哦，今仔日在做一寡基本动作，做拢无标准，安尼无迄个花木兰的精神。等下我另外佫甲你训练，吼。无，来，你看一下。到我甲你讲哦，你今日动作确实是做了袂歹，啊，毋过对家己敢若无信心，啊，而且吼你佫敢若无啥胆呢。我今仔日吼教我个别甲你教授，
就是讲你的胆量，甲你的信心，安尼好无？好，来，听我的命令，恁两个继续滚啊！哦，你两个。好来，我正平啊，我正平，走咯！哦，走咯！一两三四，囡仔落水无代志。1、2、1，也把它拍清楚，拍到恁大姊啊，恁大姊搁拍无死，你点？会水。迄个训练了袂歹吼。袂歹。即马最主要我是要训练你这个信念，甲这个勇气，甲这个胆识。胆识。要安怎训练呢？唔知。你也看，迄头前遐有蒙阿波。哈，有。吼，迄个乱葬岗遐吼，伊迄蒙阿波顶头迄个坟墓啊，那蒙牌啊，咱爱去甲看，讲伊迄蒙牌到底写啥物，好无？好，你跟我去啊？无啦，你家坐去啦，我家去你家坐训练你的胆识啦，吼。我惊。紧去啦，我要若无就无及格哦。哦，紧去吼，爱记咧看伊咧写啥哦，为遐去嘿，为遐嘿。会惊，伊即摆去吼，嘛来加开来甲惊，伊惊了伊就无我啦，都有事啦，歹势，我先来去。不见你，各自待开。加油！婷婷，你今仔日吼，迄一寡动作吼，做了还佫袂歹啦，吼，嘛紧，迄种慢慢来加强。即摆上重要就是吼，我要加强你这个信任感。我以前咧做兵的时阵吼，迄班兵甲班兵爱互相信任，要安怎信任呢？我就一种动作，就是讲吼，到时吼，你着目睭结起，啊，我1、2、3，你就放咧互我，安尼知无？知。放心，我绝对好甲你成起来。好，来，阿贵啊，好，来哦，来，1、2、3，哦，你迄一股敢若插头咧，表示讲你无够信任我，吼，搁一摆放较软咧，吼，敢若麻糍咧，吼，1、2、3，安尼，对，安尼就对啊，动作愈来愈顺，安尼好，但是你安尼吼，即种安尼无够信任，若要信任吼，就在正面倒互我，安尼吼，表示搁较信任我，但这才刺激哦。安尼行好，哎呦，来呢，你是啊，恁哥哥，某吼。去互迄行一个死魂了去。某好精神啊，好精神啊！哎呦，你真无胆。软骹啦。软骹吼。恐怖。真恐怖吼。蒙阿波就是安尼训练你的胆量。我来讲，你安尼训练起来吼，你后摆出社会就会更吃拼啊，对无？你就较好打。安尼即摆训练啊，阮拄则咧训练信任感。伊用目睭起，放咧倒互我信咧。安尼咱两个做一摆训练。哦，来，你徛遮，来，我画1、2、3，啊，你倒落来吼。好，做你免惊，我会甲你信的。甲你信的。好来，1、2、3，倒来。你要安尼直空啊，要放较软。你有较壁做一次啊？安尼你爱放较软，啊，全摕落来，无嘿啦。来，搁一摆啊。搁较后壁一次。搁后壁。搁较后壁，安尼你就搁较信任我咧吼。好，来。来1、2，来3，赞！哦，这摆你的动作做了足确实咧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赞！哦，这摆你的动作做了足确实咧。来，奈你啦，有较重。你踢倒就迄毛啊，奈变你啊？拄则是安那，伊要送你碰你，哎呦！哎呀，我就奇怪这毛那敢若倒球。还是讲你
我摸都感觉加食轻着呀。啊我嘞哎，你哦，你有较重一丝啊？拄啊好。无恁两个是安怎？是咧做啥物训练哈？无啦，拄仔吼，因为迄个两个查某囡仔，因咧动作做了无真确实啦，所以讲个别甲教授啦。迄啦，嘎嘎。会叫的教授，会手啊咧。无啦，阮无迄个意思啦，阮真正你甲教。要训练吼，哎，安尼即摆我嘛要训练恁两个。哦，要用啥训练？就是吼，恁两个对即摆嗯。踮遮徛位边，徛到天光。啊，无，哎，这帮个佫足够的呢。对啊。训练就是爱安尼啊，我会讲。假使若是无照我的指示落去做吼，明仔载天光开始，安怎？唔准甲我讲话。啊，哦，啊，共同咱嘞。你嘛共款，照你先讲的，莫甲我讲的，啊个有，嘿，啊，嗯要切哦。有听吼，来唱唱吼，太太，我这边一人走路，一人。嘿，啊，我靠，人走路了。啊，当走路啊，迄欠人花仔钱的款，讲叫咱徛到天光啦。哎呦，这放较高，万一放拍无着人分你咧。无我看安尼啦，咱来买一副配饰牌，咱两个来以后大佬。比13。哎呀，好无？安尼哦。哎呦，妈啊，拜托你莫来。啊。哎呦，真正有呢。哦，放我。看到无？哎呀，早起的鸟啊，有虫好食。人看，遮尔啊早，就是咧挺候咱啊。莫怪人做教官，好好看者，咱人模样啦。哎，对吧？哎，教官来，等较贵啊。哎，教官，食豆奶啊！哦，你等得久的吼，啊，哎，拢来啊！拢一摆好啊，拢一摆好啊，嘿嘿，公队，嘿嘿，对，哎，遐早就来。有，这副安尼布一个姜子湾的吼，咱算袂哦。你变哪步？主修不报，为君主吼。对，三礼不报嘛是为君主。咱即马3工就甲报，莫讲3到3小时。啊好，咱安尼报。但是哦，咱来个叫迄个来什么？黄埔大地震，你感觉？哦，迄伤残忍啦，迄安尼伤严重。对啦，对这超囡仔伤过残忍。对啊。啊，无来，折棉被抄。哦，免变，我爱你。嘿，好无？好啊。啊，搁来一个啊，对，我个人提倡物件，这种物件，鸡肉。嘿啊，啊，鸡肉味哦。咱的中心的上海省的。哦，迄早干呢，刚才报告。你甲我报一下。好，哎，部队注意。现在呢，要来实行紧急集合，一个口令一个动作。等的时阵呢，迄个面桶吼，滴到头壳，嘿，啊，迄个钢盔吼，摕到手里，吼，掉了哦。啊，枕头夹到骹旁，吼，啊，迄个钢杯吼，掉到耳啊，吼。啊，迄个毛巾哦，啊，抱到肩胛头，啊啦，有穿拖鞋吼，啊，烫正骹，啊，穿鞋，烫倒骹，剩一骹就对。哦，30秒后，连集合场集合，预备。哦，迄赞的，我头天哦，你好嘛，足老练的。哎呦，哦，进来，大家敢若治了袂歹。哎啊，哦，确实因咧反应拢反应得袂歹啊哦。你骹旁无夹枕头，哦，对。骹旁嘛无夹枕头，拢总无夹枕头，你看看，嘿，啊你夹毛巾就抱到肩胛头。我有夹棍头嘿。出来看，哦，啊出来哎耳啊，哎迄个。无吊钢。好，吊嘿，钢杯嘿。吊会掉吼。哦，啊手钢盔啊吊伫手吼。诶，即摆的反应诶，哦，你看我算袂歹啦。算袂歹，也毋过嘛是毋对的所在。无够标准。无够标准。来，搁甲你训练一下。好，来训练第2步。第一步，免被抄。对。叫迄个字味照。对，叫一个大湖安尼。先示范者。好，来，好来，预备起，30秒，好，30秒。记好，好。用手刀，手刀手乱，手乱，这边拗起来，好，报告，我
我记好啊，唔知安尼会使无？喂，哎，我质量袂歹呢，还不错呢。什么不错？差伤济，你看，这零件拢无出来。哦，这零件阿哥你甲我聊聊，现在个最好。哦，今摆有零件呢，今摆爱呢。有啊，安尼要安怎？我讲阿哥叫我吐这出来。哦，这未通过啦。袂当过哦。爱处罚。爱处罚。爱处罚，好，我要训练，我爱处罚。甲处罚可能怎欢喜？这回我唔知死我。我甲处罚。那个抄棉被抄。OK。好，反面注意。嗨，马上棉被抄。是。伏地挺身3下，棉被盖着，然后用面说棉被，我爱你，知不？在。好来，预备，开始。棉被，我爱你。棉被，我爱你。哦，3下了。好。我好，完毕。来，位。是。哎，下一位。30秒，预备，起。加油！ 3秒，加油！你即摆是咧做迄个？敢若你烂过。嘿啊，敢若袂是咧做蛋煎呢。嘿啊。我报告长官，阮来厝的拢有需要人，甲我钱好好，我钱安尼算袂歹啊算大小姐。哎呀，厝都有使用。有啊，这是受过骄傲的。安尼爱处罚。我不要。哎，你唔免处罚，你来啊。哎，这较水，免处罚。对啦，这免啦哈。啊，无叫迄个乌星腿啦。好，来，2星腿，这位。我处罚。好。赶快，做棉被抄哈，伏地挺身3下，预备，开始。我爱你。专业。好，这位，来，下一位。好，好来，开始。哎呦，30秒尔。加油！质量啊，恁吃来你看咩啊？这我是感觉敢若食好食的蛋卷啦。挂包哦，迄挂包啦。哦，我看嘛是爱处罚。爱出来哦，来，爱出来吼。你赶快等伊你较水，免处罚，加遐落来。来，2星腿，这位。搁是我。你预备，开始，棉被抄，来。来了，好，来，好，来点点，无声嘞，出来哎，虽然歌，马上进行 PCR，看来，安尼无效，爱嘴对嘴，人工呼吸，别管，爱嘴对嘴哦，别管，爱嘴对嘴哦，不是啊。你即摆是咧灌风了？卖啊！伊那会救筋，救筋哦！哎呦，要安怎啦？哎，嘴对嘴哦，我会上心。哦，好啊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各位乡亲，今日要甲恁讲的就讲犯错。当你讲仙人拍鼓有时错，骹步打叉啥人无？有对啊，啊毋过知错能改，改食仙人。哦，仙人，杏仁。我讲土豆人。无你要食啥？系啊，无你这个啥意思？这个改食仙鱼，啊嘛毋是，改食仙人啦。改变善良的人呐，改过的对啦，是善良的人，对，所以知影唔对，就也要改，就对啦，你5分就改1钱嘛，算改较少哩，改较济啦。真正是哦。这意思啊？这意思讲哦，你人做唔对，但是你家己会晓反悔，会晓反省，啊，该做对，安尼人就袂去甲你讲啊吐槽什么，因为你变好人嘛。对啦，咱讲那个圣人都做唔对代志啊。对，对不？哎，要改过啦。对。何况是
凡间的人安尼。为的就是吼，咱人哦一定会有骹步打叉的时阵嘛，但是呢，莫讲吼安尼做唔对，做甲会去害着人啦。啊，若做唔对，咱家己真正就爱吼。心肝摸来看，哎，咱安尼做真正唔对，一定爱吼安尼好好啊改善家己，啊将家己唔对的迄个歹的习惯拢甲改掉。对啦，无讲啥物拍鼓有时错，打赛啥人无吼。我捌啦，捌打过啦。我相信大家拢有啦。对啊，我做你另外高赛店嘛打着。讲真，迄打着啊，赶紧去买奖冠的。讲正经，这当阵是无奖冠，即摆拢落土。落土你捌着无？我着200块。你食慢，我捌着了2奖。2奖偌济？5、6千咧。哦，2奖哪会遮少？头奖几啊亿。一人分啦，对啦。啊，其实吼犯错人会，但是我感觉身躯边一定要有良师益友。嘿，咱若做唔对时吼，甲咱讲一个，咱就马上改过，安尼就是对，爱交好朋友啦。环境才重要。对。金麦食赤嘛。银珠食乌。银珠食赤哦。金麦食黑两高两风高风啦。哦，高东风。我真正有呀，等着你来哥哥只困去甲困的白久。选一个30分钟，又个到了，要个甲恁讲再会咯。哎，今天又开心咧，要放假个用心。咱人吼，加减减拢会做唔到代志，但是只要你会当吼勇敢面对，啊改过自新，那呢一定会啊，有进步。我一道，阮感谢，因为阮会愈来愈唔惊受伤害。阮感谢，因为阮会愈来愈袂听，凡事一半，世间黑白拢掺一半，烦心一半，非凡之后也是一半。